红娘子来了，快快请坐。张先生，哎呦，红娘子，事情怎么样了？还问你不及时了。哎呀，不及时了。小姐她恼了。小生的见条是一道为情的符咒，竟是小娘子你不肯用心哦。是我不肯用心。哎呀，上有青天，下有地，你这个贱体儿啊，写得好哇！乖先生，你乖见，出马前来不真乖，那书签是你的公子，他的收藏，我的公千岁儿还得红娘的药材，从今后你们相为少艰难。愿心相同去情人，愿是我三君三生。红娘子，你快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也不比我管讨费的，怕老夫人要还我，我要委屈了。红娘子，只有你是我的亲天使啊！你这也怎么这病我也啊？不是太医，我管不了。红娘子，挖度钻石也没有用了，只有你是我的救命神仙呐！哎呀，哎呀，神仙也没有什么好点子了。这是小姐请你的为师，你拿去还吧。他养我今夜在花园相会你，我却不信。书记为证，书记为证，
这书签上写的什么呀？哦，来，但愿心向下，迎风无半开，家乡花影同，你是月生来。什么意思嘛？快请我听听。no，但愿心向下，小弟让我跃上就去，迎风无半开，那西厢的角门儿开着等我哩，家乡花影同，你是月人来嘛？哎，就是小生我来这样接，小生乃才私密的行家，难道还会猜错吗？好顾小姐，难道你连我红娘都忘顾了？哼，我看你今晚啊，似乎卖我。红娘子，今晚那角门儿就拜托你了。你们的事啊，我管不了，也不管了。不管了。哦，不管了。老夫人啊，老夫人，你管了相夫之门，小姐嘛，替我开上角门呢。但愿心向下，迎风无波。红人呀，红人，你快些落下，让月孩儿嘛早些生气吧。早些生气吧。
娘娘有旨，宣陈令进宫。陈令进宫，陈令进宫。陈令即将娘娘千岁，禀身谢娘娘。陈公公，12年前，哀家命客子办一件大事，他竟没有办好。听说这件事，你也知道？什么大事啊？奴婢想不起来了。哦，真的想不起来了。哎呀，年长这就在房外了。
可是客主已经讲过了。他讲什么？你不要装糊涂了。你啥不讲，许过二家翻脸夫妻。娘娘要你死，你求还不成？公啊，你管把我怎样？咱家有先帝年事俱来。娘娘，夜生要用奴婢为公慢慢想来，才能想起这类禀告是这样。慢，想不起来也就算了，何必急着要追你？不知还有何事？你说可是为了哀家的大事，该不该当？哦，给当，给当。好，把客子带上来。走。
问他当年何在传统，还中长谷何分？是，口子，你当年何才传统，而中长谷何分？此话从何说起？难道你曾看见？我何曾看见？娘娘，你可曾看见？哀家当然看见，就看他早死不早。哼，娘娘既看见，何必再来愤我？好一张利贼！趁你还不与我重重地打，狠狠地打，打得他走上放血。娘娘，陈琳，你不管重大，看来你们定是串通的了。如是。哼！你这管重大，好的，这是要丧命的呀！冤有头，诈有主，口子绝不冤你。你当吧，这是你，陈明还不与我重重的打？陈明，你当死我吧，你成全我吧！也罢。举起父亲，修来滚滚不中。
功臣，兄弟是个聪明女，生死关头要细思量。娘娘她尽力照顾为国人，他外围又乱话，理查不肯来找政府，请讨下一名啊。曾领他是曾先令，天心要看人头马一横不能生你自作不逆皮，我是花烛离归，一血血藏我命前生万兵莫往死里打，李娘娘，黑子三女来了，快走，快走。启禀夫人，小姐回来了。快快有请。是，有请小姐。不许多言。山山上春香开门，罢了，你家小姐。
信上写得明白，叫你们夫妻同来，因我不见言喜呀。母亲，官人他与东厂好友为文去了，故而他没有来。为文去了。啊，官人让我在母亲面前代为文哀告辞。这也难怪。儿啊，你今日回得家来，就在为娘身边独自几日，今晚就与为娘同他，娘还要与你谈谈家常呢。夫人，夫人。夫人，王府差人送来书信一封。夫人，顾先生要小姐亲自查看。儿啊，想你刚到娘家，妍希怎么就有书信来了？母亲，有女儿。查书观看。母亲，官人来信非别。只因婆婆年迈，夫人侍奉。官人读书要我作伴，故而叫女儿嘛，谁叫委屈？像你刚到娘家，哪有谁叫委屈的逃离？有了，得为娘写书信一封，叫妍希一来同志就是了。母亲，既然官人他有书信到来，想必家中定有要事。母亲，你今日放女儿回去，女儿改日再来侍奉娘亲。儿啊，想你家到王家只有一月，难道你至于婆家就没有我娘家了吗？娘。
了你。什么？为娘连留你一下都留你不住了？母亲，女儿今生不为这口夫妻我留你一下，就要害你夫妻手。此次不来，你是一定要委屈我。倘若为娘今日病死在床上，母亲，你也要委屈不成？母亲，娘。
放也罢，你要委屈，生平的委屈，你是为娘当初不生，当初不养，你就委屈了吧。母亲，这都是女儿的不孝，母亲请上女儿百病。
情难杀，我爱情。
但为子
开在魔房，离开在心所，注定。三娘，来了，你好像与娃要生。我来了，你与娃就快死吧。实不相瞒，13年前我已奉旨来了，你是戏言？不，我已娶元帅之女，岳氏为妻。这是真的。三娘，三娘，老年三场模仿，苦作证，泪下了多少血泪痕。三老年千金什么苦作证，磨灭了多少尘与魂。三老年风雪金带苦作证，踩过了多少风雨尘。三老苦作证，尝过了
谁知道莫高为对心意。阿南，阿南哎！只见阿爹脸生焦，一面嘴唇绝紧牢呀，清早起来忙不过，晚雨小姐必问呀。阿爹啊！哎呦，阿南啊！阿爹啊，我叫我做啥？阿南啊！这两日你当上你真分好，三餐的做完求了那个包。我要想，我想上你煮一汤阿南弄把情包当真。好，来，哎呦，好，阿爹起在啊！阿爹，我早去上位啊！阿爹晓得嘞，苦痛啊！阿爹怎么去苦痛？阿南看谁天堂啊中啊！神策东方，山长高，两面追称，我是你呀老。
前世作孽了，生了3个儿子，那个都为眼头眼脑的人，讨了2房心，一个叫造事策反，一个叫论坛独孤。可是一年到夜吱吱喳喳，吃力渴了，相谋不断头。哎，看起来我3不亩田地就要不服了罪。听三新娘龙牙婆话，50名长苦痛的阿囡，究竟姑娘。手相貌蛮好，肚在蛮高，不晓得是真是假。昨日我把张师傅叫到屋里，我被出了一道难题。我好过今朝要把我回应那个。到这个辰光，阿女隐性，但我还是亲自到50名去走走。3步当中。理想张师傅跃跃来动，来着！外头是啥人啊？哦，是我。是我？是我啊！你们有关人，我们有责任，阿哥和妈妈都有名字的，侬哪个没名字的？今朝明白到了去打嘴，姑娘。我的名字有10个里个对个啊！我的名字要用算盘算个啊！跟侬讲嘞，让我来算算看。侬听懂？1对半来，2对半，3对5岁。连名大姓才算盘，青龙姑娘是大娘子。侬算是啥人的话？哎，侬那个会晓得个？嘛算就是嘞。聪明，谁是聪明姑？那么理想的姑娘，侬叫啥名字呢？我的名字嘛，要用算盘算的。我等一刀，你都还我一枪。那么侬我嘞？那么侬听懂？金过来两金花，3斤4两加金花呀，4绕问我有心，3天4两一起呀算。侬却是绝情姑娘们，是的。难怪有介聪明。啥人电话？侬到我屋里做啥？我想喊侬爹到我屋里苦痛去。那么侬的屋里住了啥地方呢？侬听懂？擦了一头。
已拉成，前面月色闹盈盈，后面月色浪清啊清啊，路过一座来过门，空见两股关门拉鸣，人呀列在往里等，17、18条子出拉头顶，砰砰无须钻得进，身体好像拔剑那棍，夜里不要慢来吃，夜里不要面上困，须是实当关门拉侬晓得的，干么我给我听听看。上眼龙门嘛，就是上眼十条呀。三个。前面闹盈盈嘛，是到4个4伐？4个。浪青青嘛，是的。没错。来姑娘嘛，就是圆圆的有铜门。门口2个过门人啊，就是那门口2只。钟雷子，侬到我的来过的哦。来什么来过？毛菜菜嘛，谁是来？啊！聪明！哎，我都忘了把你们拿不开哦，不晓得想我好不好？我都要偏出来看大来，究竟姑娘我岂在？三爷电话，那么侬到我屋里来坐下去。非洲姐，点心吃。点心啊，不吃在，点心不吃嘛，啥吃不起呀？走啊，不吃在。侬啥也不吃，点心不吃，跟我不客气，不送在。跟姑娘那才是两米大，哎，门也不开哦，叫我点心吃起，坐吃起，聪明。一张会子，我一定要把伊办成功。阿奴，阿爹啊，侬回来再。回来再。生意好吗？哎呦，哪里来的生意？阿娘啊，1万多来烧，2万多来炒，阿爹个不比啊我实在。阿爹哎，1万不要烧，2万不要炒，有人请侬吃20万起来。啥人家好叫我吃20万去？阿爹辣侬外面生意没，阿侬来了殿堂里嘛，把侬生意对来噻。啥人屋里啦？10年了屋里。啊，10年屋里啊？不去。阿爹哎，为啥不去啦？阿娘啊，10年东家搿种人家啦，没事情的辰光，胡子老坐点坐，闲话蛮多，生活难做，还过上个70头蛮多了。啥70头啦？喏，阿爹，搿次做包厢生意去，路过10年东家屋里个门口，伊倒是蛮客气个。哎哟，陈师傅来在，请来告状。阿爹哎，搿么是句客气闲话呀，是请侬坐呀。哦，叫我坐啊？我坐了以后啊，伊我在张师傅啊，搿种日钱侬有没有坑过啦？阿爹，搿侬哪回答？答不出呀，我就糊里糊涂回答了他一声。我说10年东家，搿种日钱我，阿爹哎，把侬踩着在，喏，10千嘛就是1万，中日钱嘛就是中万呀，就是问侬中万有没有吃过？吃过中饭我在，
十二东家，你叫我来看啥个洞啊？因为我要看10只洞。10只洞？哎呀，阿爹，生意来哎着。呦，阿妹，你报出来个洞名，阿爹非但没有看过，连听也没有听见过啦。啥个洞名呐？阿爹，跟我讲把侬来听听看。好，咱们侬听懂。哎。他是到天亮了哭，天亮洞。谁是那清早起来的新年童？万一那俺最要哭胡子痛啊！谁是阿爹老王安童？还有日落西山黄昏洞啊！长工短工都要用，电饭回来洗家童。这洞，万一那关呀三更要进洞啊！阿暖个房里空气通啊！我懂啊！因爱付出什么啊？痛啊！神医他要哭有给无底洞啊，要哭那有底无洞。预给付的时候该，预的付该是退花痛。疼痛，要哭无底无给洞啊，付的付该是真啊痛。真痛。还有恩恩爱爱个夫妻洞，文龙阿暖洞啊洞。夫妻洞总承担，就是早干挑事啊痛。已经这洞名是更难懂，领导叫俺过金丝大洞，一到真相不通风，无地无给两对空，城我越聚越争，家家户户开仓库，千军万马争万人，一个皇帝所当中，三大老子多用劲，十四大开个闹哄哄啊！你是农民呀我难，明堂睡觉养蜂啊痛。千军万马是蜂群，一只蜂王手当中，蜂窝密密像苍空啊，一年到要闹哄啊哄。一根尾巴通天空，一根黄豆在当中。这上头一记松，这好的不隆咚，铃铃起来个慢腾腾，文龙阿妹叫什么洞？这样的东西天天见，明堂睡觉吊死啊痛啊！哦哟，阿妹啊！我起来个10只洞，阿爹从小就会哭过。阿爹哎，侬是会哭的吗？会哭个。阿爹，跟我搿趟去嘛，海龙要想点来，要办嘛要硬点。伊问侬个同名啊，侬会得不一听？阿爹有素质。哎，阿囡啊，阿爹可知道10家去要是12东家问我，张师傅啊，搿10只洞是不是阿囡搞弄啊？哎，搿叫我哪个会得呢？阿爹，搿侬谁说？12电话，侬是不是侬儿子生的？哎呦，刚问我一定会，哎，我哪个会变个儿子生的呢？跟我那个是阿囡搞的呢？哎，哦，我阿囡才聪明，好，阿爹起责。
是兄